过来惊险的画面，台北市刑警大队控到线报，有一对动鸾鸯以车为家，就开车伫大台北地区卖毒，因为惊去互乌食乌，拢随身炸枪来防身。警方埋伏群众，趁伊伫路边落车，包围掠人，想袂到这个女毒贩开车来冲撞。加在小队长反应真紧，闪有开，嘛随来开3枪大这个车链，甲人掠起来。 这辆乌烧车油门吹了一直浪，将警方驶白色轿车车门弄开去。换一个角度看，警方看到歹徒伫路边停车，赶紧要去掠人。小队长险险要弄到。连开3枪，驾驶座歹徒车双手举悬放弃反抗，因男朋友嘛，互警方掠起来。趴落来啊！ 这里整理当兵时以车为厝，无钱就停伫路边啊。卖毒品后趁钱，就带入汽车旅馆。赛车伫大台北地区卖毒品，搁炸枪防身。往前冲撞，那我们小队长因为很惊险，然后就往后弹飞了大约3公尺。那因为他又再度要在这个开车冲撞，那所以我们小队长立即的开3枪的予以制止来反击。 这例毒鸾鸯的车顶有安非他命、海洛因，也有食毒的技师，乌车计销差不多有40万。警方继续咧追查摇头毒贩，要掠这个毒品集团。